今日我哋要學嘅新嘅內容係咧，入我嗰個意義同埋觀想。好，咁樣而家請睇 PPT 嘅分享。大家以為入我咧都已經好熟啦，其實入我係如此嘅重要，乃至我要分3講嚟講啦，有好多嘅重要點。我哋先睇入我嗰個最基本嘅意義係點乜？從最初嘅三山九後先生講嘅係咁樣，三山九後先生講啊，修行嘅人要學佛，便係入我，就係咁簡單。如果你想修行，你想學佛，就係入我。想唔到咧，呢個就係咁震撼嘅一句。要學佛，唔止係睇書學習，而係要入我，然後咧，一切嘅舉止如同佛一般，佛進入到你身體裏入我啦，然後咧，一切嘅舉止就如同佛一般啊。所以啊，呢個就係入我嗰個關鍵，佢嗰個意義。例如修金剛薩埵法，平時修法者要念金剛薩埵嘅咒語。靜坐時，平時就要念佢嘅咒語啦。然後靜坐禪定時，要結金剛薩埵嘅手印，而一念之中要把自己想成金剛薩埵。如此身口意喎，菩薩咁樣係明王改成菩薩相等，菩薩嘅心就變成自己嘅心。呢個就係三密合一嘅修行方法啦。三山九後先生講：入我入，就係同化。大家仔細咁體會一下，入我入就係同化，一點不錯，就係同化。你讓佛菩薩進到你嘅心中，跟你合一，呢個唔係同化係乜嘢呢？你就係修密法，就係要跟佛同化。所以你睇佛菩薩嘅一句話，就把密教嗰個甚深嘅奧義都講出嚟啦。入我入就係同化。好，入我嘅意義講清啦。入我嘅觀想，最基本嘅觀想喺紅光大成就裏面，入我嘅觀想係咁嘅：月輪裏本尊嘅種子字咒字旋轉，本尊出現，然後好仔細咁樣把本尊觀想喺虛空中，然後本尊移到自己嘅頂上面，虛空中頂上，到咗頂上仲要轉身。師尊每次都說面向前面啊，唔係佢係咁樣面朝你嘅。如果一到頭頂咁樣就面向後邊啊嘛，所以要轉身啊，面向前方。然後咧，本尊化為米粒嘅大白色嘅光點，米粒大白色嘅光點喺自己嗰個頭頂上邊。呢個時候，自己嗰個頂穴到心輪有一條中脈，然後咧，自己心輪化為一朵8葉嘅蓮花，心輪嘅蓮花打開，然後蓮花中有本尊嘅種子字。如果我哋係修上師相應法嘅，種子字就係空字啦。空字放光，迎請照攝本尊，本尊就沿住中脈咁下降到咗心輪嘅蓮花上邊。呢個咧頂輪，然後下降到心中下，然後咧蓮花心中，本尊一直咁下降到心中嘅蓮花座上，坐咗喺自己心中嘅蓮花上邊，化為好小嘅本尊，好小好細微嘅。接住之後啊，本尊再繼續放大到咧跟你嘅身體一模一樣大。你嘅面孔變成本尊嘅臉孔，全身嘅上下喺一彈指頃刻之間變成本尊。呢個就係入我嘅觀想。好啦，呢個大家應該都好熟啦。中間有一點就係本尊喺頭頂嗰個時候，心中蓮花打開，有空字種子字放光照射，
本尊嘅迎請。如果你好熟悉啦，如果好熟啦嚇，有嘅就直接到頭頂，直接下降到心輪，甚至有嘅喺眼前，轟！有啲就係咁快嘅，直接就合一噶啦。但係咧，對於初學者嚟講啊，係一步一步，甚至用種子字嚟放光迎淺佢。因為有啲人啊會有觀想嘅困難，佢覺得佛菩薩點解會進到我嘅身中呢？我係肉身，又唔能夠講安裝吧？佛菩薩係神聖嘅，如何能進到我嘅身中呢？佢觀想有困難，所以啊，先把心中嘅蓮花打開，空字沿住中脈放光去迎請，把呢條路都照亮啦。然後迎請本尊從中脈沿住中脈咁下降，這樣子啦，就會好順嘅，好嘛？頂禮感恩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法王。視頻由真佛宗網絡電視台提供，請勿用作商業用途。修法前請先皈依灌頂，敬師誦法實修感恩。